大家好，我係金夢田院線，今日繼續講考證研究5州歷史照片5方路9方路裝飾線腳，今期係27.2。上期27.1我哋懷疑甲乙係同一度位置，所以呢甲係5方路。咁今期我哋繼續佢挖掘線索，睇睇甲係咪5方路。我哋關注左邊建築，嗰度從轉角建築開始，我哋編係0，依次咁樣編過去。我哋就會發現咩呢？發現8嗰度位置，嗰度位置8，佢係有啲空地，見得到建築嘅側邊嗰度係咪有建築體？然之後呢9呢係嗰度位置，係有一棟4層建築。咁樣呢嗰邊C5係咪4層嘛？之後起碼6、7咪係6、7嗰度通過嗰度面上我哋見到呢就佢咪係4層嘅，就係9嗰度呢就係有一棟4層嘅。同時我哋見到嗰度2同C5嗰度位置，2嗰度有嗰種線腳特徵，C5都有係嘛？嗰啲呢都係我哋要關注嘅。咁我哋就通過啱先所見到嘅呢，同今日嘅5方路做對比，就係嗰度地方。我哋見到按照咁樣排住係嘛？同樣嘅佢都係喺9嗰度位置，嗰度係9位置，9嘅位置係有一棟4層嘅。咁樣呢6、7、8呢係咪有嘅？咁樣你個點呢？係同個邊係對應得上嘅，可以講咧呢個格局咧係對應。同時嗰度2同C5嗰度建築有線腳睇得見，所以呢嗰度咧我哋陣間咧就重點對比嗰度2同C5嘅建築。我哋先睇舊照片，先睇今日，先睇現今。個洞2個洞，丙2個洞，我哋見到佢3條線腳，佢個種佢咪係傳統嘅西式。傳統西式佢係用嗰種半凸曲線、半立曲線、直角、圓角去營造嗰種光影效果，然之後呢佢係從上至下咁樣斜住打落嘅。咁嗰種呢佢就係冇用到嗰種曲線，佢相反嘅佢係用一種相對平面嘅一種紋理，即係相當於佢個度。佢呢一個位置，佢個度係直住落嘅，儘管佢有凹凸紋理，但係呢佢呢一段佢總體呢都係直住路，咁樣呢個點呢就同傳統嘅西式呢個線腳呢就冇同。我認為呢可能更偏向一種裝飾嘅理念。同時我哋見到個角體啦，角體嘅樣式咁就梁下嘅凹紋，梁下嘅雙鉛立式加上梁嘅呢種圓陽角，所以呢嗰種呢都係呈現好明顯嘅民國特徵。所以呢個洞呢丙2呢就係民國騎樓，係民國騎樓咁樣呢。我以前都講過好多次，咁樣咧佢喺舊照片當中呢可能會出現。我哋再嚟望翻嗰張甲嘅2有咩特徵？我哋見到佢線腳嗰度中間個段係咪有光影嘅？係白曬嘅，上下兩段先有光影有陰影。咁就諗到係為咩會導致咁樣？就因為佢中間個段係平面。似長體咁樣平直嘅，所以先會導致中間一段係白嘅。咁樣嘅呢，佢位置呢又喺2，所以呢我就好容易聯想到個洞甲2可能係個洞嘅丙嘅2。丙嘅2我哋啱先分析啦，佢嘅線腳就係平直嘅，佢冇似傳統嘅西洋線腳。如果係傳統西洋線腳嘅話呢，佢係有漸變。如果光咁樣打過嚟呢，佢有漸變光影效果。即係因為佢係平直嘅，所以呢可能呢棟2就係呢一棟2。我就係因為咁樣嘅原因，所以呢就將呢兩棟呢聯繫起身。呢個係第一點。同時呢，我哋見到個位置係嘛，上面2樓3樓嘅線腳，呢度線腳，呢度有一條線腳，咁樣呢個邊丙嗰度呢都有嘅係嘛。同時呢嗰度呢個角體嗰度我哋見到係有咁一個彎，而且呢個段係有2段。兩段係嘛？咁呢點呢同個邊丙嘅2嗰度，我認為呢都係對應嘅。正係因為咁一個原因，所以呢我就將呢兩者聯繫起身。所以我認為呢丙2可能就係甲2。呢個係丙2甲2嘅分析。我哋再嚟望下丙4嘅分析。跟住嘅丙4就係個兩棟，同樣嘅佢嘅線腳都係同啱先講嘅阿棟差唔多，佢就係冇用到傳統嘅西式嘅線腳，佢係更加強調呢一種花紋，有呢種植物係嘛，
植物嘅紋理，所以呢個洞呢，我認為呢可能會更加偏裝飾少少。同時佢嘅國體呢個梁下嘅雙劍合式，梁嘅鴛鴦國嗰啲都係民國特徵，所以呢4-5呢就係民國旗啦。咁樣呢喺舊字邊都呢可能會出現。所以夾呢兩檔4-5呢個線腳，好有可能佢就係今日嘅呢兩檔丙嘅4同5。同時呢個2啦，2呢度位置就係呢度位置，就係我哋啱先所講到嘅呢度位置。呢啲呢都係對應嗰度，都係對應得上嘅。所以呢，我認為呢甲同丙係同一度地方，係今日嘅應豐路。最後我再講下就係我哋講到就甲嗰度位置，佢九係有一個4層嘅建築，就係呢一度。九有一度4層建築，實際上呢，佢9嘅右邊10都有一棟4層建築。啱先我冇講到，我留到而家最後面先講。實際上10佢都有4層建築，但係話呢，今日我哋發現呢，只有9係4層嘅，嗰邊再往右邊呢10呢嗰度冇建築。實際上呢，佢本身係有嘅。我哋睇到呢度位置，呢度呢粒角，我哋放大睇就係佢隻角同佢隻角。實際上佢10位本身佢係有建築，只不過呢係後世可能冧一啦，可能拆啦。咁咧就導致呢就睇起身唔係有度，但係呢我哋呢都通過嗰度直角，就呢一嚿柱係嘛？呢一嚿柱直角同埋呢一度突出嚟嘅位置，就知道呢一嚿突出嚟嘅位置，實際上就係本身10位原有嘅建築嘅一嚿柱，佢正係喺9嘅旁邊。所以呢一點呢就可以印證得到同舊照片嘅對應，實際上10位又係對應得上嘅。咁我哋對甲嘅考證呢就完畢啦。所以呢佢呢就係今日嘅5豐路，只不過呢佢係企喺嗰隻路口，企喺9豐路口嗰度向東望到嘅係5豐路。正係因為咁嘅樣，所以呢佢呢位作者佢講嘅9豐路，實際上佢係企喺9豐路嘅機位去拍攝5豐路。因為我考完完畢，所以呢我就做咗嗰隻梧州街景嘅變遷，今日嘅街景嘅對照就係咁樣嘅。咁今期就講晒啦。多謝大家收睇，拜拜。